来，请问你叫什么名？黄秋香。好，来，你这巴肚内面有画啥？是风吹，风吹，这总共一句就是讲，我幼时的梦想，细汉时阵的梦想，因为较早囡仔你就知影，拢足可怜的，较无通食啦、耍的啦，什么无，但是爱去斗挂猪菜，爱去割草，有工课爱做，所以看到安尼，我会欣赏啦。嘿，对，但是咱无法度好安尼，是幼时的梦想。嘿啊，你看我就是该将我要想的、我爱的，安尼甲画伫遮呢，就是这个原因。大约 OK 的啦，大约 OK 啦，是安尼啦。你的这天色，色水足丰富的了，为什么你会用这种配色？这种配色哦，敢若是咱人的心情甲天气，有阵天气嘛是变化多常啦，嘛足变化无穷，所以我会感觉讲安尼甲随手安尼甲插一个讲无一定有一天伊嘛是有这种色地啦，这种色地每一个时阵、每一个时间拢会变化啦，是安尼啦。对，嘛共这时阵嘛，可富有一寡感情啦，嘿，对对对。好，来，阮来看第二张，第二张你画啥？第二张就是这只牛啦，这金蕉长啦，这个厝啦，这小时候的，我看卖啊一个因为我有甲写，小时候的回忆，因为我这当作是水好啉啦。当作水好啉啦，因为阮是无牛，但是我有看人咧饲牛啦，看人拢会牵牛去食草，像爱食草。这当作就是阮较早的家庭的厝啦，较早的厝拢是差不多安尼尔啦，啦。有，阮后壁是中仔埔，就是蒙仔埔啊，蒙仔埔啊，人拢会牵牛去食草。伊草足济，伊迄草足济，较早拢毋免割，拢会牵牛去食草。对，搁有人牵牛啊嘛有，牵牛啊去遐食草。鹅、赶牛啊，系啊，真正较早的囡仔生活就是安尼啦。对，阮遐搁有去捡着讲落雨天去蒙仔埔捡瓜鸟，捡田螺，捡落螺。落来回来处理好煮，这也是我的心态。我的心态，我想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啦，这是历史的过程，以前的代志啦。今嘛是把它画起来，是让我再想起讲，我细汉时阵呢，所看到迄个情景，就是安尼啦，对，我就用这种方法讲安尼，把我想要的甲讲出来安尼啦，回忆，是这样，无啦，谢谢老师，画的真的不好啦。有恁的记忆上重要哈。